今天是2023年12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5篇，列王记下卷第2章9节到22节，使徒行传第3章17节到第4章的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或无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相反的说，离开上帝的道路就是无知愚昧的人了。当我们有了上帝的智慧之后，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将会全然的不同。就如同前几天我们谈到了改变，我们受圣灵的感动，就必要有圣灵的生命，并以圣灵的眼光来看世界，评判事情。对于先知能力的传承，每个人的看法、说法可能都会不同。有些人有上帝的智慧，但有些人表现出来的却可能是无知的。以利亚的能力传承是靠着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是外袍，以利亚的外袍，还是那个能力是圣灵，还是上帝？列王记下第2章9节到22节记载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告别、交接以及能力的传承。他们过河之后，以利亚问以利沙：“我被接去之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以利沙说：“请你把能力加倍给我，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。”以利亚说：“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。不过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，你就会得着，否则你就得不着。”他们一面走一面谈，忽然一辆有几匹火马拉着的火焰车来到他们2人的中间。以利亚在一阵旋风中被接到天上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喊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坚强的保护者啊！”以利沙从此不再看见以利亚。以利沙悲伤地将自己的衣服撕成2半，捡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袍，然后回去，站在约旦河边。他用以利亚的外袍击打河水，说：“上主，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”然后他又击打河水，水分开，他就走在河的对岸去了。耶利哥来的50个先知在远处观看，就说以利亚的能力在以利沙身上了。他们去迎接他，俯伏在他的跟前，说：“我们这里有50个人，都很强壮，请让我们去找你的主人，也许上主的灵带走他，把他放在山上或是山谷里。”以利沙回答：“你们不要去。”可是他们坚持要去，以利沙就让他们去了。那50个人到处找以利亚，找了3天都没有找到。于是他们回到以利沙那里，以利沙和在耶利哥等他们。他就对他们说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去吗？”经文记载了智慧和无知的作为。我们看见
以利沙跟以利亚的交接，能力的传承，那到底是衣服呢，还是上帝的能力？以利沙说：“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”以利沙在以利亚问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以利沙就回复说：请你把你的能力加倍给我，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。”那重点是在以利亚的能力传给以利沙，是上帝的能力给以利沙，还是借着外衣传给以利沙？其实重点并不是外衣，因为这能力是上帝所赐的。列王记下卷继续有说，记载了以利沙行的神迹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：“先生，照你所知的，这个城地势真好，但是水不好，土地贫瘠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拿一个新碗来，里面放点盐。”他们就拿来给他。以利沙走到水泉边，把盐倒在水里，说：“上主这样说，我使这水纯净，不再造成死亡，土地不再贫瘠。”从那时起，水一直纯净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耶利哥城的人们请以利沙来解决他们的土质、水质的问题。那以利沙也照着上帝赐给他的能力，行了神迹来协助改善耶利哥城的问题，一切都被更新了。对于上帝的权柄能力，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明白的。使徒行传第3章17节到26节谈到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受骨所赐下的那个复活的救恩，的确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。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：“那么朋友们，我晓得你们和你们的长官那样对待耶稣，是出于无知。上帝早已借着先知们预知基督必须受苦，这预言果然是实现了。所以你们要悔改，转向上帝，他就赦免你们的罪。这样主会赐给你们灵力更新的日子。同时他会差遣耶稣，就是他已经为你们选定来。基督必须留在天上，直到万物更新的时候。这是上帝在他的圣先知所宣布的。摩西说过：“主你们的上帝要从你们的同胞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他兴起我一样。他要向你们说话，你们都得听从。不听从这位先知的话的人，要从上帝的子民中除灭。”所有传信息的先知们，包括撒母耳和他的后继者，都宣布这些日子要发生的事情。你们是先知的继承人，他们承接上帝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借着你的后代赐福给地上万民。”所以上帝就兴起了他的仆人，先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，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每一个人都回头，离开邪恶的道路。
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面对指控、在审问的时候，也劝勉人应当要认罪悔改，来预备领受主的救恩，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人，来领受上帝透过亚伯拉罕所要祝福世界的。彼得及约翰在对群众说的话，让祭司圣殿的守卫官以及撒都该派的人都非常生气，也因此就被抓了。那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所宣扬的福音而接受了。圣经继续记载说，彼得和约翰在这个议会受审的情形。彼得和约翰还在向众人说话的时候，有些祭司、圣殿的警卫官和撒都该人都忽然来了，因为这两位使徒教导人有关于复活的事情，宣扬耶稣基督复活。这些人非常恼怒，所以缉捕他们，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的隔日，因为那时天色黑了。但是听见信息的人有许多信了，光是男人数目将近5000。我们来想一想，谁是有智慧的人？是祭司和圣殿的守卫官，撒都该人呢？还是那5000个男人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老人跟妇孺没有算。这些人领受了救恩的人，到底哪一个是有智慧的？诗篇125篇，上帝子民的安全，信靠上主的人像锡安山，永远屹立，坚定不移。正如群山环绕耶路撒冷，上主也照样保护他的子民，从现在一直到永远。上帝的子民不会永远受邪恶的人的管辖，否则他们也会走邪恶的道路。上主求你善待良善的人，赐福给心里正直的人。至于那一些走邪僻道路的人，上主要使他们跟作恶的人一起沦亡。愿以色列永享太平。恳求上帝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，预备自己领受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以坚定的信心来追求，以圣灵的智慧来服侍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